美国总统拜登签新的行政命令，只要达港非法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就袂阁收庇护申请。台国商品的证券业人员最悬一平正式认罪，承认伊偷用1700万的美金，和代票5亿5000万。日本东京食品加工店展出炒饭机器人，只要照指示烫食材含咸正，2分钟就当出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搁差不多2个月，这巴黎奥运就要起过啊！为着城市的形象，巴黎警方是甲这移民佮家友赶去别个地区。慈善团体就批评讲，这款做法袂输是社会清洗，那亲像是中国甲巴西共款。大庭警察列队前往移民甲家友集中的废弃大楼，爱内底几落百人收守的坐马术去巴黎以外的所在。过去这段时间，这种的景象一直出现。为了迎接奥运，法国政府最近加强赶走移民、家友，也有性工作者。80间慈善机构都共同统计，年初到即马，警方已经展开26届清理移民营行动，次数挖近2022年的规年。莎拉就是被送走的其中一个。I was advised to change regions. I insisted. I rang social services, but they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because of the Olympics. 慈善团体批评市政府将弱势族群赶出巴黎，想讲无看就无代志，问题就会解决。这种社会清洗方式，甲较早奥运主办国中国甲巴西这国家做法同款。法国政府否认，表示赶走行动甲奥运无关系。巴黎奥运组委会是回应，未对社会政策也是治安负责任。同款甲奥运有关，巴黎出名的协和广场，因为伫要变做极限单车、厨房、霹雳舞的比赛场地，才开始关起来，禁止车、脚踏车甲行人通行。附近交通要道原来进行管制，本来逐工经过的路线，即马嘛袂使行。袂少民众看到路腔围起来，嘛毋知讲即马爱驶去倒位。计程车司机嘛怨叹行李卖做啊，规气来去度假。Ouais, bah là je suis en train de me demander comment je vais passer de l'autre côté, mais je vais trouver et puis on fait avec. C'est une catastrophe. Oui. Franchement là je cherche juste à sortir et rentrer chez moi. On ne peut plus travailler, les voies de bus sont obstruées, le pont,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st fermée, Alexandre III est fermé. C'est une catastrophe, franchement. 协和广场较早是巴黎重要的交通要道，平均每点钟车流量超过5000台。部分民众表示，即马虽然爱驶路，毋过为着奥运会当忍受短时间的无方便。市政府计划9月才会重新开放协和广场，毋过因无拍算，互车搁倒转来，会伫周围改造行路的所在，互行人会当搁较自在伫广场内散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去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拜登甲前任的总统 Trump 搁在对决。这回输赢的关键，这非法的移民是一项真重要的议题。伫咧这拜登执政的期间，对墨西哥非法入境的人数是一直咧增加。去年12月，一个月就有30万人，等于是逐天拢有1万人非法入境去赴美加。时阵拜登就签新的行政命令，只要逐天非法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伊就袂阁继续受理这庇护的申请。等到这人数降到1500人以下，才会继续受理。也若是这款做法是甲拜登过去的比起来，等于是大转变，所以讲就引起各界批评。也若是拜登的对手 Trump 对移民的态度真够大拢真硬。顶几日伊就要讲，若是搁执政，就要赶走无证件的移民，而且可能会采取下骹即寡较激烈的手段。不过，根据 CNN 1月民调，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是支持甲这无证件的移民拢送走。所以讲，伫咧移民政策的方面 ，Trump 的支持度是领先拜登。处理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是拜登政府的麻烦。去年11月偷渡的人数来到30万人，单月新高，相当是一天1万人。最近几个月人数小可减少，4月份降到179000人。5月一份民调显示，在移民政策方面，拜登的支持率输予川普17个百分点。
拜登测试伫边境各州官员的陪伴，伫北京颁布新的边境管制措施。若是逐工非法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就无要搁接受庇护申请，一直甲人数降到一工1500人以下才会进行。搁简化遣返非法移民到墨西哥的程序。拜登无奈表示，伊的边境法案因为共和党的阻挡，一直卡伫国会无法度震动，伊只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Because Donald Trump told them to. He told the Republicans, it has been published widely by many of you, that he didn't want to fix the issue, he wanted to use it to attack me. 拜登讲，新限制措施无适用伫无人陪伴的囡仔、面临重大医疗也是安全威胁者以及人口走私受害者等。这项新的庇护禁令，甲2017年川普禁止穆斯林国家移民入境一旦讲同款，引起民主党人的不满，表示讲要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挡。共和党这边嘛一直批评，众议院议长强森讲，拜登只是伫咧做好看的尔。126 days ago, he looked into the cameras and said, I'm out of options. I've done all I can do. He tried to convince us all for all this time that there was no way he could possibly fix the mess. Remember that he engineered it. We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establish a just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welcomes and protects human beings, a system that upholds our values and offers a lifeline to those who are in desperate need. 联合国内民署是公开呼吁拜登政府爱三思，讲这种无差别性的庇护禁令，关掉一寡需要得到国际保护者申请的管道，互因无安全徛起的所在，甚至拄到互人遣返的风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昨6月初4是中国天安门事件35周年，香港因为警方加强戒备，是无法度办纪念活动。不过，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也是有伫咧窗仔边点蜡烛来倒。包含共和党籍的前众议议长麦卡锡、民主党籍的前众议议长佩洛西这跨党派议员，伫过火山转头前公开来声明，呼吁全世界关心中国继续打压人权。也若35年前参与八九民运的魏京生、王丹这人也到场来致辞。我们今天来纪念那个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其实这个运动影响非常广泛。I call on all the world not to forget these courageous people. I call on the entire world to pay attention to those in China today who are being persecuted for the simple act of seek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另外，伫参议院方面，包含民主党籍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卡尔丁、共和党籍的卢比欧这议员联名提出决议草案。六大诉求内底，除了纪念参加民运的学生甲市民，谴责中国打压言论的自由，也要求各方关注中国经由联合国这组织，想要改变对民主甲人权的定义。另外，英国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头前，受以中国民运人士甲台湾移民为主的群众。以公开电视35年前黑青镇压无害者相片方式，向中国来表达抗议。也伫过去逐年拢举办六四纪念晚会，香港包含维多利亚公园在内的铜锣湾地区，今年是完全无甲六四相关的活动，也是飘舞。The situation is very different now. What you can see is that the streets are ringed with police. If somebody, just a single person, comes out and tries to make any show of protest or express any views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related to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 dozens of police will surround that person, stop them, interrogate them, and from what we've seen today, may put them in a van to take them away. 伫港版国安法实施，民主派人士拢遭到判刑立国之下。六四35周年即天，就位伫中环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像往年同款伫窗仔边点着一排蜡烛，来提醒经过香港市民，一办年年纪念的天安门黑青的镇压。尽管维多利亚公园测试暗时无接近的暗会，也过至少有9位欧洲国家的驻港总领事也是代表出现，内底包含德国、法国甲比利时，也过欧盟驻香港办事处代理的主任，也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是家己一个去维多利亚公园。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托尼基政府拜一是甲一个打当选的市长掠起来严格解职，理由是伊亲近柯德族甲恐怖组织交结，讲话因执政党的人去咧做市长，这就引起在野党反弹，朝野议员伫咧国会冤家相拍，街路嘛有大阵民众抗议，警方喷水条赶人。
托尼基在野的民主党议员测试是甲有写“市定是阮的，阮无阮准互抢去”的标语举悬，大声发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国会大会开议的时阵，大阵头抗议3月底才拄当选哈卡里市市长的民主党人阿吉斯，伫前一天封解职国逮捕，当局理由是嫌恐怖组织靠伫工人党斗坑，佮用当地执政党出身的州长甲取代，民主党大骂无尊重民意。 Bir hukuksuzlukla, bir tuzakla, bir kumpasla bu irade, halkın iradesi yok sayılmaya çalışılıyor. Orada bir kayyum oyunuyla bütün ülke karanlığa gömülmek isteniyor. İşte 不过，在执政的正义发展党人嘛是食素的。伫民主党的议员甲规个国会拢霸占的时阵，因冲过去理论，双方是爆发杀 A 的冲突，结果有人互人趁乱目着，有人是互杀倒伫涂骹，佮有人趁机会甲抗议的标语抢走掠破，场面是规个真乱。8 yıldır Kürt halkı yurttaşlıktan çıkarılmaya çalışılıyor. En temel hakları kullandırılmıyor. Ve sadece seçimden 2,5-3 ay geçtikten sonra yeniden aynı yola tevessül eden, aynı gaspa tevessül eden 上时伫哈卡里市，有一大堆民众行起伫街仔路伫抗争，因共款和镇幕警察是爆发集体的冲突，警方后壁是抓水条要驱散这的人，同一个时间有真侪人被逮捕。哈卡里市是伫托尼基的东南部，当地居民大多数拢是库德族。 亲库德族的民主党伫3月底地方选举内面，伫当地10个省市摕到执政权，但是埃尔多安当局搁出共一个奥步，搁一摆以和非法组织库德工人党有关系做理由，选国当选市长无效，引起强烈的反弹。2016年发生政变了后，埃尔多安是开始肃清行动，20岁的库德族的市长互罢免。2019年地方选举，托尼基东南部有50个的市长互免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印度的总理莫迪无意外当选第3任，不过根据官方的资料显示，伊的印度人民党这届是摕到240席，那离的目标400席差真远，佮和顶一届2019年的303席比起来嘛差真多，就要靠其他政党嘅支持，才有法度做来个。 伫选前讲要甲543席内面的400席摕到，不过结果出来差真多。但是印度总理莫迪依然是摕到第3个任期。伊讲印度选民对伊的政党，甲由伊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拢真有信心。दुनिया के सबसे बड़े लोकतंत्र की जीत है。 莫迪的胜选是印度第1任总理尼赫鲁了，第2遍有印度领导人摕到3个任期，也是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执政到即马，第1遍无靠着家己一个党摕到多数席数，印度人民党摕到240席，比2019年大选创纪录的303席少真多。也就是讲，莫迪将靠有党的支持，才有法度做内阁。对73岁莫迪来讲是正大考验。 अंत में मैं आपको कह दूं कि इसको बचाने का काम हिंदुस्तान के सबसे गरीब लोगों ने किया है。 虽然无顺势，不过莫迪讲会做到选举的承诺，将印度的经济自目前世界第5大经济体带到第3名，推动国防生产，增加少年人的就业机会，提高出口，帮助农民，袂多拼这款责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日本强车大国商品的征翻译人员水源一平，是偷用大国的钱，张辉定正式认罪，承认伊是用大国口座的1700万的美金，和代表就是5.5亿，甲这条支线摕来行缴销。根据伊牵涉的罪名，上当时会当去互判关33年。大联盟嘛发声明，讲针对大国本人的调查是已经结束啊，确认大国是受害者，讲伊对这水源的罪行确实唔知情。大国商品嘛发声明，感谢这大联盟调查结束，未来会做新一个比赛。 在检讨用美国一帮大联盟道奇对日本轿车大股商品银行存款的征翻译人员水源一平，测试甲律师告加州圣安娜联邦法院进前，面对记者的问题，水源一平无表情嘛未讲话。水原さん、大谷さん一言何かありませんか？ 水源一平涉嫌窃盗大股商品存款的案件，伫美国搁一摆出庭，因为水源一平有甲检方达成认罪协议。这个出庭，伊承认偷用大股小户内底差不多1700万美金，等于代票5亿5千万。伊表示，伫替受害者的工作期间，因为欠真侪缴销，是得当禁止受害者的小户，所以为受害者的银行小户汇款来行家己的缴销。We only discovered more fraud in this case. We discovered Mr. Mitsuhara
had victimized Mr. Otani to the extent that he wouldn't even pay for dental fees. He stole money from Mr. Otani to pay for his own dental expenses. 这个开庭，水源一平新增看下两项罪名，包括银行诈欺、虚假申报纳税罪名。两项罪名加起来，相当会当判33档有期徒刑。我国10月25日会公布量刑的结果。对此，日本律师分析，因为真侪嫌疑，水源有可能互轻判，上尾也有可能判4档到6档左右。而加州联邦检察局表示，除了刑期，水源一平嘛有可能会互遣返登去日本。 法廷を出る際には報道陣の問いかけに対して水原元通訳はかすかな声で「すいません」と言ったのが聞こえましたけれども取材そのものには応じませんでした。 伫美国一帮大联盟伫水源认罪了后，证明日本球员大谷翔平无罪，宣布已经结束对大谷翔平的调查。大谷翔平了后嘛发表声明，表示水源一平完全认罪，对伊甲出来人来讲是真重要的解脱。除了感谢当局调查前景、曝光所有证据以外，嘛感谢球队出来人经纪人等等各界的支持，会继续向前行，而且专心比赛。国视新闻台是董炳玉。 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动物园是办一个活动，但是若是乌熊冲入去野餐甲露营地区的时阵，会有啥物行为？甲讲这民众是要安怎保护家己的安全？ 3只棕熊看到草坡顶放野餐用品随挖进，甲树围顶的棉仔糖食去，佮甲冰桶的冰架车倒食倒顶的菜色。其中一只看天道内底有物件，食甲真欢喜。加州奥克兰的这个动物园最近伫全国乌熊日举办第3届乌熊露营活动，希望提高民众伫野外甲熊相处的时阵的安全意识。 这3只大只熊，若对周围的物件真好嫌，嘛真熬破坏。因甲饮料车倒去，裂破棉被，到尾天道嘛叫地歹去。这3只熊较早捌走入去民家，佮伤害到一个附近人的记录。 这麻烦都互人送去动物园。园方是讲，上只拄到的人甲熊的冲突，大部分是因为粪扫甲食物，所以呼吁若户外活动的时阵，爱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会当甲可能的冲突降到最低。水上受到生态地的限制，也甲找食无简单的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发生野熊攻击咱人的事件愈来愈多。因为着顾巴岛原来入侵果园甲农场。 もし熊が来て、このうちの裏側に来たりとかすると、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怖いんで、柿の木も梅の木も切ってもらおうと。日本果农用臭树仔来因应，西班牙北部山区的居民颠倒是伫想替野熊来种食物来源，像讲伫山顶种果树，互熊有真侪水果通食，无定就会当减少干扰人类甲农作物的情形。 If we make sure they can find food far away from humans, they won't come near us. And there won't be any conflict. 另外，当地居民原来会围起来通电，互棕熊唔敢活。只不过，当野熊离市区愈来愈近，必须采取行动。宾州首府哈里斯堡郊区礼拜日就发现一只乌熊闭伫学校附近的大树啊。为了安全，救援人员只好甲麻醉，互乌熊落落来再来处理。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来看最近巴西一只牛猫拍卖，竟然是卖到1亿3,000万的台票，拍破金氏世界纪录。因为这只牛是有9,000公斤重，农民就5万讲会当用伊的基因培养出品质更较好的肉牛。目前这只牛是已经有新啊，所以讲农场阁专门请保全甲顾。 名叫做维亚蒂娜19的细白牛，是创拍卖介绍金氏世界纪录的超级母牛。伊脚只边啊，肩胛头蓬起来，颔骨仔下骹皮肤顶来，是这种品种肉牛的2大特征。伊也是当地最爱的牛肉品种。这只牛牛4月底伫咧拍卖会以400万美金换算台票，要甲1亿3,000万拍卖出去。 介绍比1985年纪录保持母牛加3倍，由3位农民集资来买来。这只重1100公斤的母牛，遮尔侪人抢，是因为农民计划摕伊的基因来改良出新的肉牛品种。Eu diria para você resumidamente que a Viatna é combo. Ela agrega beleza racial, capacidade reprodutiva, genealogia moderna, tudo em único animal. 巴西牧场即个伫咧进行肉牛的基因改造，收集优良品种的精卵来做人工受精，搁再放入去代理母牛的体内，探视品质更较好的肉牛。同时也对牛的毛内面萃取 DNA 做做胚胎，要生复制牛。巴西已经是全世界上大的牛肉出口国，因阿牧场对维亚蒂娜会当创造的收入真有信心。
伊的卵子计销差不多大票800万，目前已经有玻利维亚的农民下单，也那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度加美国，拢是未来可能的买主。Ela agregou mais ainda para o melhoramento genético que todos buscam, que com certeza no futuro a gente vai ter uma carne de melhor qualidade, um animal com mais rendimento de carcaça, por causa desse trabalho que nós fazemos com gado elite, que nós não buscamos. 虽然国家认为饲牛会造成气候暖化，希望大家较莫食牛肉，不过饲牛业伫咧巴西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政府也伫咧抢出口市场，希望全世界拢会当食到巴西牛。这只母牛即马已经有新，秀希讲这当帮助平衡伊的内分泌，会当有利卵子的品质，而且牧场内面要装监视器甲请保镖来保护这只母牛的安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